首次申報的納稅人有咩要注意？主動申報稅務責任唔單止係法律要求，亦係履行社會責任嘅表現。如果你認為自己需要繳納薪俸稅、利得稅或者物業稅，但係仲未收到稅務局發出嘅報稅表，應該喺該課稅年度完結後4個月內，主動以書面或者傳真方式向稅務局要求發返報稅表。主動申報嘅具體步驟：一、喺向稅務局提交申請時，需提供以下資料：個人資料、姓名、香港身份證號碼、通訊地址、日間聯絡電話號碼、收入來源資料。二、填寫申請表格。受薪人士 IR6167 表格，通知稅務局有關受薪收入；業務經營人士 IR6168 表格，通知稅務局有關業務收入；物業業主 IR6129 表格，通知稅務局有關物業收入。三、提交申請，可以用書面提交或傳真提交填妥的表格至稅務局。四、等待稅務局回覆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祺。